大家好，我係皮亞。嗱，2500年前嘅瑪雅文明就話，2012年12月21日就係世界末日。咁用世界末日嚟做題材嘅電影咧，近年亦都唔少喎。咁例如大自然毀滅地球啊，外星人襲地球啊咁樣樣。咁感官失樂園咧就講病毒，要喺世界末日嚟到之前，尋找愛情同埋慾望嘅世界。故事就講靚仔廚師伊雲麥格高咁就遇上咗病理學家伊娃格連喎，咁兩個即刻撻着啊 I'm Michael. I work in the restaurant there. All right, sailor. I'm a chef. Good for you. 咁但係世界咧又正俾一種叫做 SOS 嘅病毒入侵，咁人類感染咗之後咧就會失去味覺、嗅覺同埋其他知覺。咁病理學家就不斷尋找病源啦，咁廚師失去咗味覺就失去咗工作。咁佢兩個要坐以待斃，定係珍惜眼前人呢？當人失去咗感覺，仲可以點樣感受世界、感受愛人呢？呢個命題其實好好，好多時唔使等病毒入侵，好多人對世界或者對愛人都已經冇晒感覺。英國導演大衛麥卡錫咧曾經拍過《忘情水》啊，佢處理情慾嘅關係咧手法好大膽，亦都好直接，好多嘢你唔敢講嘅佢都拍咗出嚟，咁就好似一塊鏡咁樣，照出咗人心入邊潛在嘅陰暗面。Well, you can just start walking home. I'll follow you.